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想講嘅就係當痛苦嚟敲門嘅時候，你第一個嘅反應係啲乜嘢嘢？90% 嘅人都揀錯咗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嘅痛苦往往係嚟自於一個自動化嘅反應。可能我哋過往經歷咗某啲事情嘅時候，有某啲嘅記憶儲存咗喺潛意識啦，或者係身體。當呢類似嘅事情再出現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就打個比喻，就係你全身都係掣，人哋一唔小心咧揩到咧就撳着咗你個掣，就又會有一個自然嘅反應。而呢一種自然嘅反應咧，會讓我哋去變得痛苦啊、受苦。所以明就仁波切有句説話就係：不論身在任何嘅地方，從事乜嘢嘅活動，最重要嘅就係認知到自己嘅念頭、情緒、感知都係自然現象，都係非常非常之自然嘅。所以我哋係唔需要去抗拒，亦都唔需要壓抑，亦都唔需要話好 welcome 我哋嘅經驗。咁我哋嘅經驗包括咗啲乜嘢咧？就係我哋嘅念頭、情緒同埋感知。當我哋有念頭嚟嘅時候，我哋就睇住念頭佢出現，然後消失。當情緒出現嘅時候，我哋感受到佢嚟到啦，然後亦都感受住佢離開。我好記得大概我讀中七嘅時候，中學7年班嘅時候，嗰時完全未接觸禪修，亦都唔知係乜嘢嘢。有一日就覺得個人好焦急啦，好焦慮，突然間下載咗一個禪修嘅方法，當時係唔知咩嚟嘅，就係讓自己去睇每一個嘅念頭出現，然後就睇住佢消失，有一份好內在嘅平安喺度嘅。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禪修嘅練習啦。好多時候，好多人會誤以為禪修係要咩都唔好諗啊，壓制壓止任何嘅念頭出現啊。其實唔係嘅。禪修嘅精髓咧，就係去覺知自己嘅內在經驗。咁呢個係一個練習嚟嘅，不斷嘅練習咧，讓我哋可以培養持續嘅 awareness 啦，持續嘅覺知嘅經驗，會逐漸發現自己越嚟越有能力去應付過往覺得痛苦、害怕或者悲傷嘅情況，然後會揾到一種唔係源於自大或者傲慢嘅自信，係一種好深層嘅一個安全感。其實我哋一直都係受到庇護啦，一直都好安全，一直都喺屋企入邊。真正嘅家咧，唔喺外在嘅世界，而係喺我哋覺醒嘅心入邊。佢永遠打開住，永遠有一份平安喺內在嘅。多謝你收睇心靈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